在立法院新會期擔任交通委員會召委的林俊憲，一上任關心的第一件代誌，就是國道1號台南北外環交流道的施工進度。16號上午，邀集交通部、高速公路局，甲着國土署實地到現場來會勘，聽取高速公路局的新建工程的簡報。總經費14億3000萬的國道1號北外環交流道的工程，自112年9月開工，目前整體的工程進度已經達到79%左右，比預期的進度超前4%。預計會用的提前在今年10月來完工。原則上1期、3期這邊通車以後，我們這一個現在主要做的就是從北外環北入往國八方向，還有南出。那另外就是說這邊的主線也會拓寬，還有往國八的話，這個匯入匝道也會從1車道變成2車道啊，這個出來也是。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這2支的這個匝道原本是在今年的年底，那我們現在進度有超前4%只要不要像去年台風那麼多，基本上幾個台風我們都有考慮到了所以原則上正常的這個汛期的話，其實我們是沒問題。跟召委跟委員報告，這個10月之前能夠通車那個前提是2個台風袂使超過2個啦超過2個台風可能壓力就加大但是如果不要超過2個台風的狀況底下，我們希望這個匝道能夠快速的讓它完成在10月一定讓大家看得到這個匝道的完成。解決問題就是靠北外環，所以你南科落來車對北外環伊要入去市區，要入去離北區、東西區、南區，伊就走北外環。那麼它直接下來到永康交流道的車輛就會大幅減少。無你即擺要去市區的車，無落灣去啦，全部攏開佇永康交流道。所以永康交流道，那個交通也是很可怕。所以到時候車底下就攏導流，就攏走啊。那直接下來到永康交流道進出的車輛，這個絕對感受得到國道1號除了正式北外環交流道，另外在南區甲着北入匝道嘛配合來拓寬。完工以後，對市區要上高速公路到南科，預計會用的縮短30分鐘左右，而且嘛用的疏解永康交流道的車輛。國土署表示，整個北外環2期預計明年6月就用的完工，4期的部分目前已經完成設計。將配合市府取得用地，預計下半年來發包，工期大約需要4年半的時間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